整體樓價由跌轉升。一手新盤市場持續熾熱嘅同時，整體二手交投亦都保持活躍。上月二手成交量按月微升，業主議價幅度亦都隨市場氣氛好轉而收窄。位處馬鞍山烏溪沙半新盤盈海一向受用家歡迎，上月底更加錄得罕有零議價成交。買家唔使傾價，便即時作出入市決定。位處馬鞍山烏溪沙路嘅盈海，屬區內最大型半新盤私人住宅，項目共分5期發展，由21座中密度嘅高層住宅組成，合共提供多達3535伙單位，提供2房至3房單位為主。剛成交物業屬屋苑3期盈海星灣園，單位為22座中層 B 室。實用面積達783尺，屬大2房加客飯廳設計，坐向東北，望海星灣全海景。單位業主放盤價為1200萬元。由於市場上筍盤賣少見少，最終買家喺零議價情況之下斥資1200萬元承接，實用面積尺價15326元。原業主喺2014年11月以1097萬元購入上址，持貨11年，帳面獲利103萬元，單位期內升值9%。想知道更多成交消息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只要有新片你就立即收到通知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Century 21. This is our time. This is our century.